花莲公路福州街是一个重灾区，搜救人员伫现场找到3个人遗体，透早边野溪土沙塌掉，水搁再一直大压。这马泰安溪板山潭自新的天然坝继续降价，降到86米，水量剩700万吨。李宏源惊讲会出现到这供应现象。基本工资审计决定讲，明年开始呢，这基本工资一个月上加29500，算点钟的是196块，起3.1%，基本工资是连续10年拢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马泰安溪这个崩山潭的水一个崩落来，这大水呢内面全部拢是烂土，增加着救援的困难度。这搜救人员也个搜救犬，大家就是惊甲真细腻，就是惊讲会掉伫咧这烂土内面。根据着这中央大学太空及遥测研究中心公开在后的卫星影像，发现讲这光复村的光复乡一寡砖头，拢去互这土沙砍过去，亲像太平村2/3全部拢是土沙。行入笼罩同埋高外面街，大量搜救犬踏伫淡谷骨的土骹敲碎，爱搁闪外高饲出来家具，一阶一楼土沙规个灌入来，灾区笼罩同埋高啊，爱搁细日随时出来的同埋高啊水。慢一点。日来下晡，光复乡成功街176巷的边啊，又搁有一楼情形，水淹甲大人的大腿悬。高雄特搜人员4个人小砍慢慢行，为着搜救4个民众规身躯骨甲焦土爬去咧厝顶，搜救犬嘛伫倒找，按国惊伊调着，25搜救人员也是甲冒咧，行到安全的所在。救援环境乱怪怪，除了移动困难，爱搁细日，唔通行在烂土区沉落。土石泥流，那它会造成所谓的非牛顿流体的现象，就会让人在受困，或是民众受困，或是犬只啊、动物啊，它受困的时候，就会深陷泥沼之中，那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脱困。要参加北防灾救援义消讲，烂怪怪的环境除了歹行，爱搁注意涂骹有危险物品，细支沙条较适合使用。咱在行路的当中，因为咱唔知影涂骹底着管埋第三位啊，所以讲咱若咧用的时阵，咱咧处理的时阵互相团体是介重要。中央大学太空甲遥测研究中心公开在后卫星影像，对比马大安溪崩山湖监测影像，会当明显看出本来是规大片丢残的光复乡，即马真侪所在拢去互土地沟啊砍去。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在那个马泰安溪的南岸。然后下面那一个应该是光复溪吧，就是介于这两个之间，然后靠近比较东边，应该是光复乡的太平村这一边，算是面积比较大的。灾前灾后影像发现，太平村差不多有2/3的面积互土砍去。学者讲，市区亲像大东村周边的影响嘛袂细，一个下校运动场嘛是砍了了。若是细部量化的数据分析，也需要进一步计算。记者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授权国军，这民众若准同意，阿兵哥会当入去到厝内面，替这灾民斗拼厝内。今仔日化学兵也先去到灾区厝药啊消毒。这国防部会搁再调派第2、第4作战区的兵力，大约2000人来协助救灾。路卡管控大型机构拢入来，国军入来花莲光复乡市区要加速大车路紧通车。前日讲，赖总统特别指示国防部因应特殊状况，民众若是有需要，阁愿意，国军会当入去民家协助清理。真的需要，我们现在都人老力衰，挖了2、3天，挖到半夜，真的是没有什么体力。现在大概泥土只清出来大概1%而已，因为我们这边有100公尺长。在光复车站前的主要干道中正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军是大量机具进驻就是希望可以将门前的土给全部铲除，也动员了包括后备军力以及替代役。那土地沟啊愈来愈重，天气南面好南面歹，嘛互民众烦恼积水一直未消退。马泰安溪堰塞湖溢流第4天，我们可以看到化防部也派出了化冰连进行清消，就是怕这些淤水呢会导致病媒蚊滋生。排水坑啊，有路面囤积的物件，化学兵拢上细喷。国军花莲总病院嘛，赶快入来光复车站。那我们最主要是要支援
国军弟兄进驻灾区的国军弟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受伤等等情况。那当然，如果附近的当地民众或者是工作人员有出现一些伤情啊，也可以请我们先帮忙协助处理。好，因为风灾之后会有一些污水污泥，除了会带来平常地表面没有的病原体之外，可能会影响就是饮水跟食物卫生。灾后复原也持续进行，为清除、消毒到急难救助，各界今日希望江湖乡会当赶紧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因为进前呢，这丰泰花家三批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9月1日早起9点开设头一摆会议。伫迄当时呢，这马太安克崩山潭离这填出来还有差20米。一开始是讲要来thiết立这保全好干那6个村里尔。不过呢，这下晡专家会议应变中心暗头6点的时阵，第3届会议就宣布讲，就要扩大到12个村里，人数对600人增加到700-8千人。当镇长、乡长也拢讲，要来通知是有困难的。这中央和地方要安怎来沟通？来看这条新闻的整理报道。花家沙丰泰中央开设应变中心，21早起9点开始的第一场会议，每一场线顶直播，一直到崩山湖1楼的23下晡2点半进行。2天5点钟来开7场会议，宣布扩大thiết立的时间点，第2日暗时6点。这位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迄天下晡开会，代阳明交代团队拢建议爱扩大thiết立。公民证和光复奖都会有面临到一些困难。县政府代表表达有困难，刘世芳部长表示会增派军方人力全面协助，以清楚时间真迫。可以到比较高层的地方去做避难的撤离也是可以，但是可能你们现在要规划这个是有一点时间上的压力。迄暗嘛有上线的凤林镇长林建平嘛讲，居民无伫厝的，也是讲厝内是毋是有2楼，就算讲要往关楼来thiết立，短时间清查真困难。即届受灾上严重的江湖乡长，迄暗嘛有接受采访，伊讲thiết立人数向增加遐尼济，实在困难。目前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第一次经流台湾那边到665个人，现在好像扩列到6000多个人了。地方一直表达有困难，不过加工1楼前1天，林保署透过发布红色简介，地方强制thiết立工作也伫军方协助进行。早起应变中心第4届会议，指挥官刘世芳持续表达会协助。到下晡第5届会议，县政府公布上新thiết立的情形。收容的人数，目前我们是130人，垂直避难的有5348人。中央是讲，是以邦部的状况第一时间来疏散，真感谢地方协助。那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副县长跟秘书长还有几位乡长以及村长的帮忙。做大水迄天下早起9点，离1楼时间还有5点半钟。第7届会议，县政府投入风灾无上线，比起前一届用了风灾thiết立600人，这届thiết立规模超过10倍。到2日下晡统计，拢总15个人死亡，7个人失联，100多人受伤。有人通知吗？前面就是有军卡来，只有1楼的平房的住户，就是我们有派军卡来撤离。地方到底是毋是有通知thiết立？当地有居民讲有收到，不过嘛有人讲一直拢无收到。记者采访报道。咱台湾人有钱出钱，为了出力，将这人要去这花莲的光复乡做志工，民生物资救灾工具也拢运去花莲啊。因为这马太安溪桥去互大水冲甲登去，台9线是无度行，一寡救灾机具拖帮车、运送物资的车拢调伫咧193管道。即马花莲警方也进行管制，和救灾无关系，全部拢去改行台11线。像遐讲，手举鸡石头啊，各地志工一直为花莲光复车头行出来。台提供2日开放花莲往回光复自强会客票，现在27至29嘛有加开10班加班车，协助民间的人力投入灾区复原。真的想要哭也哭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动。这个都是他们帮我搬出来，那边还是一堆啊，全部都不能用了，水都淹到这边来了。住这里70几年了，没有看过这样。工作错开来。现在这边资源让他们尽速恢复正常生活。吊卡车1台，怪手1台，土车1台，然后3妈1台，总共4台机具，人力大概12位左右。看到光复乡的灾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第一时间相关的物资是一直为各县市送入来。
后续有来支援的县市哦，或者是其他的团体，如果有先告知我们他要来支援的话，那我们都会提醒他们，现在比较需要是这种机动性的小型的怪手，把这个比较厚的土石来挖起来。前进指挥所嘛公布目前需要的物资，包括导电车、沙条、下药、甲cré线等等的工具，也佫有骹手是较欠缺的。在后的第4天，民众佫较希望的是当赶紧登去处理。整理家园才开始，所以导致很多的那个动线及那个物资的那个车辆全部都排队在主要干道，而我们这边都被堵住。民众的爱心物资持续涌入光复乡，包括卫生纸、干粮以及水，还有工具等等，都持续了涌入。不过这些运送的方式呢，其实也跟救灾救难的车辆发生了抢道问题。193县道从光复到凤林这个通道，让我们这些受灾户或是抢救的人，他专门在走。因为我们昨天进出，除了灰尘很多以外，那边都塞车。因为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大水冲歹去，193管道变作是唱国往回南北唯一的路。凤林警分局已经启动管制，禁止21吨以上的大型车入去。也若甲救灾无关系，一般民众建议会当走台11线，若非必要，莫入去花东唱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这佛祖街是一届重灾区，惊透早又有水溢入来啊！本地车就是拢是落个梅啊，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搜救人员也伫咧现场，搁再找到3个人的遗体。前进协调所就表示讲，这佛祖街一来溪水是对边仔野溪入来的，是因为这土沙塌掉，水无底去，才一直来佛祖街。未来也会赶紧挖一条水路。不是3个人下去。空勤总队持续协助调挂特殊人员，继续咧找人。光复乡佛祖街规个看起拢是落高梅，关渡桥要甲人家厝的厝顶，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搜救人员徛伫厝顶，甲天棚挂开看内底的情形。搜救人员入去厝内，详细找找，都惊了狗去。佛祖街这块地啊，去落高梅引起，要救人是真困难。嘛有民众通报因厝边，哪像还搁伫厝内，嘛紧讨救兵。甲铁门破开，搜救人员逐站楼详细找，马太安溪邦山湖1楼造成真侪人伤亡，其中上侪回罹难者是一个100岁姓罗的阿公，因家属伫台北上班，透过监视器看到老大人因为水汹涌溢入来，未负法救人，转堵水死亡。没想到这次的水灾会这么大，而且这么湍急，而且又带了这么大量的泥沙，所以真的没办法。另外一个伫大水罹难的大同乡姓陈的林长，因后生真悲伤讲，迄天因老爸请厝边塞车砍灾，想袂到经过佛祖街的时阵，拄到大水，全安尼流去。我爸爸是林长，要被冲走，要找我爸爸，要清理家里，真的很累呢。这个民众手举的这间厝是因兜，看到4颗泥啊，搁积水，感觉真无奈。原地佛祖街都是重灾区，日来翻点过，搁传出有溪水溢入来。现在住这边，可是有要逃难就跑到光复国小那边。昨天比较退好不好？今天又大起来了，你看水引开了，这样才对啊！你看等下水又大，等下这房子全部毁掉，那怎么办？佛祖街又搁淹水，前进协调所讲，这水是为边仔野溪来的，自本是会流入去马太安溪，不过因为去有土石塌掉咧，水全下袂离，所以全淹去到佛祖街去，所落来的污水路，雨水向水尾所在流去。民众想要行过这路高梅，煞行到拔道，救援人员是赶紧去甲插起来，还阁摕叉棒铺伫路高梅顶悬，互民众暂时会当通行。往回隔离潭的车路断去，怪手赶紧来遮清理。伫空翕的画面嘛，发现隔离潭附近嘛有人家厝口大棚的土石淹去。空气直升机透早就调挂搜救队的人员去附近找看，敢有人掉伫遐。即马机具甲骹手投入去灾区，救援的人员甲时间的招标，唔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等待救援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太安溪这邦山潭的本地放落来石啊，变作是一个天然的水坝。目前这个天然坝的管道继续伫咧降存降到86米左右，这水量呢是存700万吨。早起呢，这空气直升机在监测人员评估，敢要继续按这水位导尖。虽然这邦山潭的面积有来缩小，不过溪江呢继续伫咧放。前内政部长李丰源就讲，着爱注意这供应现象，也就是讲这下底幼山若阵一直流出去，到最后就是会规个放弃啊！啊，那林博士是强调讲，这部分因有继续伫咧监控。
规个拢烟蓬蓬嘛，表示咧溪谷不时搁在放，对放山湖的方向过去，对空中会当清楚看到湖水的面积已经缩小。斟酌看湖面4颗地仔的树仔有两个色，观察湖面几十公尺的树仔看起来拢冷起，这是进前湖水淹起来的时阵，风淹伫水下的树仔，嘛会当看出进前的水位有偌悬。搁对放山湖上顶悬的入水处遐过去，山边有几啊条水墙流落来，当地往湖内面在注水，而且愈往水头去，会当看到遮嘛拢是川流。日落早起，空勤直升机载监测人员对空中勘察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要评估各种水位计，才监测仪器的可能性。坝顶是持续一直降，高度已经降到86公尺，村的水量是700万吨。在空勘还是看到湖水会仍然持续溢流冲刷，坝体还是有持续的下切。不过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昨天到今天，它的下切已经变缓慢了。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干部的空翕比较度会当看到，灾前放山湖的面积是黄线的范围，不过灾后已经缩到红线的范围。但是因为地质不稳定这因素，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嘛警告讲，要注意供应现象，就是若坝体内部开始漏水，水流有可能让这结构规个拢空去，逼迫会慢慢变大，到一个点。规个放山湖都会放落来。这坝体下游出流的水是不是清澈的？啊，如果有大量的集中的出水，甚至水是含沙的，那就是管有。学者分析，目前水位降，压力已经无进前遐尼大，供应现象的风险有可能降。林保书是回应讲，目前还未发现有渗漏或是供应的型，会持续密切来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南海公路第23这个所在也拢是崩塌，这海端乡的部落离潮地区拢无人来解救，3个部落被到300位的村民拢掉伫内面。这公路局的关山干部单目前先当咧抢修，按算27下晡先开一条人行的通道，30来抢通这车会当行的便道。台南县政府也申请这空勤直升机协助，把这药啊也个民生物资送入去部落，而且把需要治疗的患者载出来。路基坍方，看到路基大面积在流失，民众用手机把这个惊险的画面翕落来。随着进前风台大水后的影响，南海公路海端乡部落离潮地区路拢断去。唉，回家的路这么难吗？有人急要转去，怨叹讲路哪会遐尼长？无路国小离潮分校受8到1元落山，还有学生的家长带一个伙仔3个人要先去带亲情遐。南海公路第23这个所在交通拢断去，公路局关山干部单当伫189.8公里五国桥的路段，克服当地多变化的天气，全力抢修。按算日下晡5点先开人行通道，30抢通车行便道。目前的进度大概80%左右。那我们预计的话，明天下午5点，可以打设完成这个人行通道，会开放乌鲁村跟力道村的村民用步行的方式来通过这个地方。南海登记户这个所在拢变作孤岛，海端乡武乐村和下尾部落，传出有3个要洗药剂的病人，空勤总队直升机25日再送因帮助送病院治疗。另外有7个慢性病的病人需要吃药啊，台东县政府紧急准备药啊和民生物资，和直升机送去部落。昨天晚上也紧急的调度了相关的民生的物资，好，那包含是一些泡面、罐头。针对药物的部分呢，因为山上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有先做预先的准备，那也将病人的慢性病的药物以及那个慢性处方签都有协助携带。救灾抢时间，即马还有3个部落被300个村民受困。台东县消防局为着要建立临时通讯和回报机制，嘛即摆关山和台五台队4个队员，再维持电话和定位的通讯器材用行入去部落，帮助医疗的后送和确认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各县市拢派这搜救人员来支援这高雄市特殊大队，发现一只狗仔呢掉伫咧烂土内边，已经掉3天，袂顶袂动。因是用双手一直挖这40分钟，才把这只狗仔救出来，而且把这狗仔赶紧送予兽医治疗。怎么这样子啦？好，赶快把它救起来，赶快救起来，可以吗？它被吸住了。
一只狗仔掉伫咧烂土内底袂顶袂动，水已经特别淹甲片讲。高雄市特殊大队25下晡经过一搭土地公庙，雄雄听到狗仔嘻嘻叫的声，发现这只狗仔已经去互烂土浸甲乌糟糟，看起来真可怜。队员遂展开救援行动，3、4个人做过用手挖40分钟才把狗仔救出来。特殊队家己带回来指挥所，身躯洗好清气了后，就交给随队支援的兽医师治疗。体温的话有点偏高一点点，怀疑是有在泥泞中有吸入性肺炎的可能性，所以在施打皮下点滴的同时，我们还要给予抗生素。买手这只狗仔由花莲当地动物病院接手，也发现狗仔有晶片，暗时要联络到主人。高雄特殊队25隆重救出4个人，4只狗仔，因为这摆水退了后，4家拢是烂土，也有民众就亲像安尼互土吸掉咧。透过特殊队用一寡房仔去做路行，才有法度协助伊脱困。另外，台南市特殊队伫光复乡中山路要协助这位行动不便的民众就医，因为伊厝内底拢是烂土，队员也就地取材，用木仔门倒面来铺路，一路用菜甲人接出来顶下卡，顺利送去病院。没有，这个是伤痕，这个是伤痕，你不要太滑，好，成功了。救灾行动无分性命不奖，目前投入光复救灾搜救人员已经超过400人。指挥中心也甲找找范围搁扩大，希望会当有好消息。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雄高雄台南综合报道。讲到这花莲光复乡满4家拢是这烂土，这特别吊车大王头家呢，也派出拄交车的2台女土机去到花莲来斗摒扫，而且也捐钱予罹难者的家属甲灾民。另外呢，搁再开100万买真侪物资，要捐予光复乡。操作人员驶山鸟已经准备好势，要去花莲帮助灾民清理家园。看到这摆花莲严重的灾情，现场欠缺重型机具，新乐关特别吊车大王派出2台扎拄高车成型的山鸟，准备送去花莲协助灾民。物资车跟人员都过去了。真的是让人家感动，因为其实我也是花莲人。抛砖引玉的效果啊，而且这种义举的善心人士在台湾社会是越来越少了希望大家可以跟进我们这个2台小的猫至少可以抵200多人工作，铲下去之后上在车上面去，就可以完全的应付所有国军基层需求。我们后面呢，如果需要我们大的推土机、怪手、压路机，我们都 OK。根据了解，这款上成型的山鸟一台要165万，佮加上会当用来替换洗涂骹专用的机具，2台山鸟就要300多万。除了支援重型机具，伊也宣布要提供罹难者家属慰问金以及受伤民众的救助金。我们会提供往生者大概1人1万块的慰问金，受伤者呢1个人3000块的慰问金，然后我们会提供50万到100万的一些物资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全民能够把所有焦点聚集在我们花莲县光复乡的灾民。另外，伊也计划提100万来买民生物资捐予光复乡，用行动招更较侪人做伙来协助花莲渡过难关。记者狄君和新潮报道。来关心这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的友邦继续为台湾出声，包含着别流，还有马绍尼的总统，拢批评中国错误解说联合国第275号的决议，认为着爱予台湾参与联合国。也那巴拉圭总统也强烈支持台湾重新登到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进行，咱友邦继续发声挺台。巴拉圭总统潘尼亚用2分钟讲台海局势，各用过去数十年来无正义处境形容，来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Es hora de cortar de raíz este árbol de injusticia que ya tiene décadas de crecimiento y dar lugar a China-Taiwán en las Naciones Unidas. Resolution 2758 has been repeatedly and falsely portrayed as a consensus on a one China UN law. Never has there been such gaslighting in this institution. 马祖军岛总统还指出，联大地275决议无处理应该由什么样一啲联合国代表的名牌了后，秘书总统惠素婷阁表示，中共错误传授联大地275号决议，和台湾批评重点，认为应该纳入台湾进强化联合国。Keeping Taiwan out of fu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UN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Palau believes that inclusivity, which includes Taiwan, strengthens the United Nations. 在联台举行期间，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计调去纽约，甲会事人伫工厂活动斗阵翕相，创下咱退出联合国了后第一摆引起中国抗议。林佳龙一直强调，台湾虽然受中国打压，不过绝对袂安尼为世界消失。有人想要让台湾从地球上消失让这个台湾这个无处可去。可是台湾人真是全世界的人也让台湾无所不在。主动讲到进前访问日本甲欧洲的行程，林佳龙讲，希望伫综合外交，每一个人拢是外交官的力量之下，让世界继续看到真实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日举行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定明年开始呢，这基本工资一个月上加是29500，那准是算点钟的是196块，起3.18%。基本工资是连续10年拢有起，一共247万名劳工听好调薪水。抗通膨，抗通膨，涨工资，涨工资，顾劳工，顾劳工。大社会口号要求调起工资，做伙来对抗通膨。劳团集结伫劳动部外口，因为劳动部日举行上价工资审议委员会，劳团呼吁上价工资的调幅必须要反映物价即摆一直起，合理的幅度应该接近4%左右。美国对等关税对于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影响。但是，包括德国等等的国家，明年还是调整最低工资。劳团的战略是延续到会场内，持续主张经济成长的成果应该和劳工来共享。不过，资方强调讲，随着美国的关税和汇率的影响，资方的经营并无轻松。边际劳工可以维持他基本的生活，维持他的购买力。GDP 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从来就不是对半切。因为关税的关系。我们台湾的关税是20%，来影响整个我们的资方的成本。参加会议的人经过差不多4点半钟的讨论，决定对明年开始基本工资的月薪对28590调起到29500，时薪是对190起到变196块。月薪的部分大概有173.95万名的劳工。那会受惠那时薪的调升大概有72.98万名的劳工会受惠。劳动部表示讲，这摆的调幅是3.18%，而且连续10年调起，按算有要247万的劳工受惠，会较紧甲会议的结论登报予行政院，等到核定了后，就随来公告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在两大家长有一个休学伫咧厝内面的大学生，介绍是互伊的老母给大家死，再去检方和法医要去验尸。报案的老爸和大姊是拢无讲话，那这嫌疑重大的老母已经互抓起来羁押禁见咯。这老爸也因为牵涉到妨害自由，由证人改列做被告，10万块交保。检察官甲法医日来到台中宗德殡仪馆的法医商验解剖中心，厘清死者的死因。台中市地价区岩门路一个集合式的主体，传出一位20岁姓陈的休学女大学生伫厝内死日济工，一直到2月，姓陈的老爸到派出所报案，才发现这件代志。附近的厝边拢在讨论。他们家庭还好，就是互动还好。听说是好几天，就是离开好几天了，然后今天那个爸爸妈妈才报案这样子。你们受到控制，你知情吗？死者老爸甲阿姊到殡仪馆拢无讲话，警方表示死者是厝内第2个查囝。老爸伫工厂上班，50岁细点的老母是家务管理。监视人员到场发现死者遗体散机落叶，家属强调查囝甲家己锁伫房间内底，但是专案小组认为死者遗体无明显的外伤，看起来营养不良，而且做伙住伫厝内刷洗真济工，才发现这和一般情形无同，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称其次女于家中卧房内死亡，本分局鉴识人员立即到场勘验。发现死者大体相当枯瘦，已明显死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现场经询问相关人证后，仍有诸多疑点尚待厘清。全案目前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警方表示，透过现场的证据、甲情形、有新闻相关的证据了后，认定死者的老母涉嫌犯刑法拘禁致死罪，嫌疑重大，是上轻5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事后当庭改抓起来，向台中地方法院声禁见核准。
认定死者母亲詹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02条第2项前段拘禁致死罪，嫌疑重大，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有逃亡、灭证、勾串证人之余，已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市社会局强调，死者甲因老爸老母是拢无身心障碍甲相关的法律身份，也无成人保护通报记录，市府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咱台湾，这假毒赛车案件是愈来愈多。讲到这个9月初5到26日第3礼拜时间，就800多件咯。警政署也引进喙瘾毒品快胎加入交通执法，只要3分钟就当知影讲，这个驾驶伊敢有假毒赛车。雄雄大力弄对警察车，造成28岁警察死亡。这是去年7月份食毒赛车弄死警察的事件。嫌犯当时诉的就是依托迷子。另外，伫咧今年4月份，中华细小的查甫人失控弄到空桥国际学校的环岛自行车队，造成这个学生轻重伤。同款是诉依托迷子的毒品害的。现在这个依托迷子呢，事实上在道路上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对人民的危害非常大。用脱衣快筛这一项新的这个试剂啊，来做一个依托迷子的这个取缔。刑事局表示，毒驾案件愈来愈多，敢若这个月到达全台就掠到878件，为着要预防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警政署引进新型的喙瘾毒品快胎，这是美国的试剂，只要喙瘾3分钟的时间，就会当检验出7种的毒品，准确度达到97%。采集这个驾驶人的唾液，只要3分钟。它就可以呈现它使用的毒品跟阴性、阳性的状况哦。那如果呈阳性之后，同时就可以依据道交条例及时做人车分离啊，查扣他的驾照，然后予以罚款。伫较早，若是毒驾检停事，就是验尿验血，需要2礼拜的时间才会当确定。现在只要3分钟，若呈现阳性，伫当场就会当吊销驾照、保管车辆，拒绝检测也会当罚18万。刑事局表示，上紧10个月底就修法完成，会当正式加入执法的工具。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屏东警方抓到一个车厢的业务，虽然已经离职啦，却骗客户去申请贷款，佮偷入人的信用卡。警方表示讲，上报有12个受害者，也怀疑讲背后将有可能诈骗集团伫咧操作，目前也正咧追查。看到嫌犯，警方赶紧落车加入。总算抓到这位查某人，这名姓陈的查某人原本是一名屏东车厢的业务，后来离职了后，利用甲被害人熟悉的关系，一份100万贷款的合约，佮偷夹大2-3份，互被害者签名。我贷好，伊嘛有缴回，结果我唔知伊搞因放款啊，因人就催缴啊，莫名其妙，啥物拢无摕着变我咧贷款，对无？我来查讲伊唔是，一定唔是。这个业务啊，长期的耕耘我们这个客户的关系伪造的一个合约书，还有夹带多笔多件的银行的贷款让这些消费者他不会去审视。警方调查，这名业务虽然已经离职，但是长期经营客户关系，利用客户的名办贷款，等到银行钱落来，再用处理车贷的理由提走客户结金簿啊和提款卡，嘛有利用车厢的路卡活动，被害人把信用卡交予业务处理。结果收到一堆小单，才发现卡去互这名业务啊偷入去。警方表示，目前查到已经有12个受害者。对于这个主嫌陈嫌也予以申请拘提收押。那相关的市政跟场域，还有他的营业场所都有搜索过。警方讲，嫌犯可能是集团联手，会搁深入调查，而且银行和车厢是毋是有和这名嫌犯配合，因嘛会搁继续约。警方呼吁，即马诈骗集团拢包装成无同的行业，用专业的方式欺骗民众，大家爱提高警觉，才袂互辛苦赚的钱白了工去。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有登记的猫仔狗仔数量已经超过279万，不少主人拢会定时呢，把这个狗仔猫仔呢送去做美容，也接传出着虐待着伤，或者是主人送去无转来家接的这款的情形。农业部伫5月正式推动宠物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若准碰到这款的情形的时阵呢，就听好照法律来厘清责任，保障业者甲主人的权益。
身躯洗好，狗仔乖乖坐咧，互美容师吹毛乱毛。台湾113年有登记的猫仔狗仔数量超过23万只，比成新里较济。有愈来愈侪人会甲动物伴送去美容，毋过毋是逐只狗仔拢会亲像安尼乖乖啊服务。这几年都接传出宠物美容的消费纠纷，像这位美容师都捌因为主人无成功狗仔有心脏病，伫咧洗身躯的过程，狗仔向发病，送去急救也是过往。虽然毋是伊的过失，毋过最后也是有赔钱。如果他跟我说他曾经在路上昏倒，那我一定不敢去接，因为其实心脏病就是跟人就是心肌梗塞那个很像，他平常是好好的，然后他可能是突然一个紧张或者是一个气换不上来，他就倒下去。比方说他送来洗，他万一不配合，就是一直打他，然后会让他害怕。那你每次来，他都很害怕。业者甲主人拢有家己操办的点。台湾即阵有登记的猫仔狗仔数量已经超过279万，其中高雄市有32万。因为消费纠纷的增加，农业部伫5月正式推送宠物美容服务的定型化契约。动保处表示，契约毋但要求主人爱详细登记联络资料，避免找无人，嘛爱先甲宠物伴的健康状况交代清楚。若是拄到紧急状况，爱安怎处理？假使发生纠纷，都并记通可厘清责任。如业者未依规定签订或签订内容不符合规范，主管机关得限期要求改正。逾期仍未改正者话，将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动保处表示，契约内容列甲愈清楚，对当减少争议。无论对业者、主人甚至动物伴来讲，拢是双赢。这项新措施，高雄市按算10月开始。记者柯家族教用高雄场报道。台南的学校最近因为这流感也个肠仔病毒，学校呢就真侪拢有停课。这个卫生局统计讲，开学到单呢有36间学校发生群聚感染，其中有2间呢已经自主停课啊。教室内大个囡仔拢挂喙暗，叫疫情期间用的假棒，佮提出来做防护。投诉嘛，趁上课进前，先甲专班宣导肠病毒甲流感的预防。主要因为最近台南校园内流感加上肠病毒咧滚价，卫生局统计开学到单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聚，其中嘛有2间学校惊病情拖开，校方参家长参详，暂时停课2天，即阵拢转来上课啊。针对这样的一个班级，就有进行所谓的停课的一个会议，那也征求家长的同意。那相关的课程也做补救的一个课程的规划。那重点我们在防疫的部分，我们也要求班级要落实一个所谓的消毒的工作。卫生局指出，9月14至20短7天，类流感门诊有9637个人去看诊，其中细汉囡仔甲学生族群占45.33%。今年台南流感并发动真病例，到单累积211例，死亡有61个人。新老病院医生讲，今年流感确实有提早，医生建议到时通注疫苗，会使明显降低4成断院的几率。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大概可以传染接近2个人啦，所以。一般你能够在学校怎么做？第一，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是有疫苗的期间，那建议大家去施打疫苗。全国第38周，就诊人次达11万多人，相较前一周增加了14.4%。另外，9月开学至今，全市共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聚事件。卫生局要呼吁各级学校应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落实勤洗手。卫生局强调，流感疫苗要对10月初1分2阶段开始做。伊嘛呼吁厝内有细汉囡仔家长甲各学校拢爱落实校园防疫的措施。另外，侪岁人有新的人也是有慢性病，建议嘛通透过疫苗相定保护，降低重症风险。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国防部针对陆军桃园龙潭基地即航空策应补偿，发予龙潭大溪平镇49个里，大约是7万户。这补助是领到这个月30，目前还阁有1万户还未来领。有机关是认为讲这补助金伤过低啊，也有民众是希望讲，莫伫咧休困时啊时阵来起背。军机飞过声音真大声，下面的徛起窗仔的玻璃是对咧震动。龙潭机场是北部唯一的全军用机场，特别是双十节前后，军机定定演练，真侪在地人已经惯势啊。有议员认为策应的补助金上少，要机迷希望莫伫休困时演练错人耳。必要的啦，不管啦，什么时候都可以演习啊，都要演习啊，不能说你中午休息就不准他演习，没那回事啦。除了战备之外，除了
尽量能够去参考民众的作息，不影响你军中的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因为正反意见都有。针对陆军龙潭基地直升机定定起降，差点民众，军方回应补偿金是按照国防部航空策应补偿作业规定来办理，也讲部队的训练是为着1号建设的战略，会将居民的意见反映去顶级的单位，希望得到共识。我们一直都持续在跟地方还有周遭的村里沟通协调，除非遇到特殊的状况，否则都会避开休息的时段，避免干扰到民众的作息。配合国防部推动航空噪音补偿作业，补偿的范围涵盖3区49里，预计受惠的民众约有7万多户。国防部今年共计编列了8900万的预算。针对航空策应补偿作业，环保局表示配合国防部办理。今年包含龙潭、大溪、平顶区49里，超过7万户。申请领期限到这个月30，约有1万户约未申请领。为了方便民众，也提供较有存久的保件，未来也会继续监控策应改善的成效，确保落实防治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白沙屯马明仔载，还佫后日这2天呢，会去到南投市和净配给上帝宫，还佫庄寿宫的9天典礼，总共3位新兵呢，要来甲这南投的拿电视院战警。这是南投市的宗教大代志，地方正重视，这信众也拢真期待。学生囡仔认真排练，为拜6礼拜2天南投市三星战警活动做准备。配合今年是蛇年，北京学校的学生卖做花光20.2公尺，由日本军官照电市观光协会捐予南投的白蛇神桥。27、28白沙屯宫天宫妈祖是第一届驾临南投市，拍算甲上品领受天宫献天上帝，庄寿宫9天献女勇动战警。跳台湾熊用心的给他看，他下次应该也更想要来南投。希望3位神明可以保佑那些花莲的灾民可以赶快重建家园，然后平安快乐。南投市公所人员认真摒扫整理凉水，南投市长讲地方 ADN 路设凉水甲点心站，也规划几哪位免费停车场，大个甲细一个所在，也有爱心车互无体力的乡镇卡随时会当上车。募集800杯的饮料，100颗馒头。很开心，白沙屯第一次来到南投，我们会跟朋友一起发送饮品跟点心。南投市公所甲着这拿田书院共同来合作，准备5个大型的停车场，还佫有5位暗时会使休困的所在，西营区的所在南投市公所表示，地方真期待白沙屯妈祖到位，这也是真难得的3尊神明做回战警，邀请乡亲3工连假做回来南投市参加地方的宗教盛事。记者辛怡南投报道。教育部伫今仔日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鼓励对本土语言和文化教育有贡献的推广者。今年隆重有8个人和2个团体得奖。另外，教育部也举办本土教育论坛，招老师和学者来讨论本土教育的发展，也有适合囡仔的教材和教育方式。为着要鼓励对本土教育有贡献的推广者，教育部2日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计共有8个人和2个团体得奖。其中一位得到贡献奖肯定的吴福训，伊到日报地戏传承超过50档。伊讲，家己捌经过袂使讲台语的年代，真欢喜即马台语受到重视，嘛互伊通甲传统技艺传入校园，家囡仔讲台语、播报地戏，嘛将本土的故事讲互学生囡仔知。我即马我嘛就推现阮这个台湾的在地故事，我甲咱这在座前辈讲，咱台湾的在地故事真精彩呢。我为着咱这本土拼到未拼为止啦，拼到无到为止啦，这是我的坚持另外一位得奖者柯金如，伫中山国小推动西鼓队和布袋戏团的社团发展。伊讲，学校的囡仔其实一开始台语拢无啥练懂，也毋过透过和社团的老师认真学习，即马学生唔拿布袋戏扮甲最精彩，佮摕到新北市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我就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学啊，我们有时候就会一句一句练，然后甚至是一起。真的是一起克服困难。教育部指出，除了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以外，这届佫特别举办本土教育的论坛，招一些老师和学者做伙讨论本土教育的创新，希望会使打造浸水式的教育环境。教育其实唔是伫教室内底啦，伊应该是一种生活，所以这个咱透过一寡
沉浸式的这个教语言学习环境吼，就是讲咱会当带囡仔去这个教材的现场吼，去踏查、去了解、去看。教育部指出，透过这个论坛的交流，希望未来教育现场会使有更加适合囡仔的教育方法，让因对本土语言产生兴趣，愿意主动去学习，才会当让本土语言永久传承。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第一讲是种甘蔗互回社帮，因为日本时代这做糖的农民受到迫害，就被发展组织对抗日本人，才会发生李林事件。这李林事件到今也要100年了，为着要让民众了解这段历史，台北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用糖做主题办展览，希望让咱了解糖对咱的影响也个发展。台湾俗语讲，第一讲种甘蔗互回社帮。讲的是日本时代甘蔗农民交甘蔗去糖厂，互日本人压价计销，为啊引起甘蔗农民的不满。1925年伫中华发生李林事件的农民运动，相片顶悬的人就是甲李林事件有关系的人。今年拄好是李林事件100年，台北市文化局举办展览，让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注意到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对于台湾本土的这些无论是在文化上或者曾经经济上的发展，都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展览内底也有真侪甲糖仔有关系的历史，有卖糖仔的柜台，阁有真侪糖仔的盒仔，也有过去糖厂的介绍。7点零讲，展览是想要传达100年来糖的发展。连接生活中咱甲糖的关系。展览里面也透过这样子的巧思去带着大家省思，然后同时也去回顾，就说100年来就是台湾糖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饮食的这个根源。所以就是透过让大家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呢，会从这个欢快的气氛，渐渐的转入到一个省思的氛围。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很实景式的复刻实景式的，应该是说模拟实景式的这种手法，让大家可以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台北市文化局伫新文化运动月有推出真侪活动，除了展览，阁有戏剧表演、音乐会等等，为期1个月，伫大场顶让民众感受台湾历史中糖的滋味。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法国的前总统萨科齐，涉嫌伫咧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摕利比亚已经过身的领导人戈达菲的非法政治现金。这在案件呢，25巴黎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萨科齐犯着刑事强暴罪，就要关5年，而且有附带临时执行条款，就算伊要提出上诉，有关是10月要入去封关，也是法国头一个去封关的前总统。在武警的陪同之下，法国前总统萨瓜格偷偷行出法院。面对媒体，伊阁一再强调讲伊是无辜的，律师已经提出上诉。Et s'ils veulent absolument que je dorme en prison, je dormirai en prison. Mais la tête haute. Je suis innocent. 萨瓜格今年70岁，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法国总统。不过2012年竞选连任失败了后，就牵连几件刑事案。2013年，利比亚已经过身的前领导人吉达菲因后生，指控萨瓜格收吉达菲几百万欧元的政治现金。2014年，也阁有黎巴嫩的生理人提供书面的证据。法国当地2日，巴黎法院针对检方提出的4项罪名进行判决，对其他包括贪污、甲非法竞选用资等等的指控，法院认为证据无够，判伊无罪。不过，针对萨瓜格在2007年竞选总统的期间，允准伊的亲信联络利比亚的官员，甲吉达菲达成秘密协议，非法摕到竞选需要的财务资源。另外，法国协助解除国际孤立，法院认定这开设刑事强暴罪，判萨瓜格要关5年，罚10万块的欧元，下台票356万。就算萨瓜格讲伊的上诉，不过判决附带临时执行条款，会在10月13接到通知入监。这嘛，让萨瓜格成做法国现代历史上头一个坐监的前总统。Je trouve ça regrettable, voilà, pour lui, parce que on n'est pas condamné comme ça à 5 ans de prison si on n'a pas vraiment fait quelque chose. Donc, il faut que cette personne, même si elle fut président, soit responsable. Il faut qu'elle fasse face à ses conséquences. Voilà.
这并毋是萨瓜街头一件去互判刑的案件。2011年，因为伊伫2014年想要乌西法官去互判刑，才做头一个去互判爱去关的法国前总统。去年12月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萨瓜街会当伫厝内挂电子卡条来服刑，会当毋免关。今年6月，萨瓜街因为另外一个案件牵涉贪污甲滥权，去互判有罪了后，以法国的最高荣誉，也就是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去互撤回。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甲打击犯罪的做是施政重点的美国总统川，25有签署一份备忘录，要求到这司法部门呢，伫咧华府执行死刑，佮再要求捕杀执法人员的凶手一定爱判死刑。华府最近一摆执行死刑是伫咧1957年，伫1981年的时阵有立法通过废除死刑，也那川这个动作也引起国权的质疑。Okay, everybody understand death penalty in Washington. You kill somebody. Or if you kill a police office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death penalty, and hopefully there won't be that. 川普25伫白宫办公室签署要求司法部伫华府执行死刑的备忘录，表示自从8月派国民兵联邦执法官员接掌首都治安了后，犯罪率已经有降低。强调严格执行死刑是维护美国人安全的必要手段。加副总统范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伫边排列的司法部长邦迪进一步表示，会伫全国各地重新恢复死刑，佮要甲拜登任内减刑的死刑犯移送到超级监狱。伫遐，因的后半世人会过甲敢若死刑犯同款。We are now moving the inmates who were on death row, who Joe Biden or the auto pen commuted their sentences off of death row. We're moving them to supermax facilities where they will be treated like they're on death row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President Trump. 邦迪2月接司法部了后，受款检方对19个罪犯求处极刑，其中9个人是拜登政府任内，互人求处较轻刑罚的罪犯。不过大部分拢互法官挡落来。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是美国的首都，依法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无属有任何一州。华府伫最近一届执行死刑是伫1957年，搁伫1981年立法通过废死。即马川普爱司法部执行死刑，搁再引起国权的质疑。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来看印尼政府今年推出100亿美金的免费营养午餐计划，不过伫咧顶礼拜呢，说是有上千个学生囡仔是要中毒，着民间团体是呼政府这个计划赶紧暂停。真侪学生规个人懒倒伫咧临时改制紧急救护中心的学校体育馆内面，医疗人员一个检查。这个学生是228日伫亚加达西边150公里的一个村，因为发生食物中毒被送来遮。学校的学生有一寡送去在地病院挂急诊，还佫真侪间被敢若是拜3案就收超过100个食物中毒急诊的学生。迄天的中昼顿是鸡肉、豆油豆腐、白饭加一粒草鱼。学生讲真好食，拢有食完。不过记者问讲，是毋是还佫要食学校的营养午餐？因拢讲袂。其实顶礼拜伫咧西爪哇一个中苏拉威死省，就已经有800位学生食物中毒。伫免费营养午餐规模扩大，真侪灶卡负责用餐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实际当负担的量，而且灶卡的所在离学校拢真远，为着要让准时用餐，灶卡就要真早就开始煮，有的菜甚至是前一暗就串好啊。印尼的天气过热，这物件若菜伤久会变质歹去。印尼国家营养署讲，顶礼拜西爪哇食物中毒案件，就敢若是中央厨房无照标准作业就停做。Tabel uji organoleptisnya dilihatkan ke saya, terus dicek juga gitu sama saya. 营养午餐计划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重要的政策之一。年底进前要提供8300万的囡仔营养午餐，102亿美金的预算会伫明年加倍，希望会当解决因为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发展迟缓，尤其是国内1/55岁以下囡仔。印尼本地智库教育监督网络发现。自今年1月计划开始实施，全国有至少6452个囡仔食物中毒，所以非政府组织希望政府先停办。不过，统筹部长莫海明理事讲无打算要停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